呢一班係警方遇過最無法無天嘅悍匪，佢哋聲稱要喺鬧市裏邊當眾處決執法人員，根本就係公然挑戰警方。今日係正義最黑暗嘅一日，我哋犧牲咗一個好童年，但我哋警方絕對唔會俾佢白白犧牲。黑就係黑，白就係白，犯咗法嘅人一定要拉。今日呢件事好明顯係有人殺人滅口，而當中最大嘅得益者就係撒謊純真，即係你。學堂教我哋嘅係公正執法、不偏不倚。作為一個警察，我應該要對警隊負責，但作為一個人，我更加需要對自己負責。法政之父羅卡講過，凡係兩個物體接觸，必定會帶走啲嘢，但同時亦都會留低啲嘢。只要犯過法咧，一定會留低犯罪痕跡。好似你以前係賊，原來你係兵。好啦，而家個個都話你係兵，可能你將來都會變翻嚟賊嘅。軍哥，佢哋對我咁好，點可以對唔住軍哥，對唔住阿嫂啊？夠啦！就算你點對軍哥唔住，我都唔可以當你唔係我兄弟㗎。唔好唔記得，我係警察。警察又點啊？警察又做一啲唔見得光嘅事，警察又做一啲對唔住兄弟嘅事啊！你唔好以為咁多年嚟你做過啲咩冇人會知，其實所有嘢根本就係你插贓教，係你屈我變成殺我誰嘅殺人兇手。咁唔通一個無辜市民明明冇殺人，但係坐咗24年冤枉監，你都唔肯還佢清白，要一世孭住殺人罪咩？佢話無辜啊，無辜啊！葉美娟話你屈佢，話唔定係真嘅。放咗出去之後咧，我想揾一個人，20幾年冇見，唔知佢而家點咧？我想當面好好地咁樣多謝下佢。